同埋呢個香港保衛戰嗰啲咩嚟？咁喺70年前啦，即係1945年嘅8月30號，咁就有位英軍嘅夏慤少將，咁就嚟接受喺香港接受日本嘅授降。咁呢個夏慤少將個夏慤咧，就係上年9月28號咧，大家喺度食催淚彈嗰條路夏慤道嗰個夏慤啦。咁點解佢會接受呢一個授降咧？咁當然就係日本戰敗咗啦。咁日本曾經喺1941年係曾經有35000嘅兵力係攻打香港，香港係只得13000幾嘅兵力係去抵擋咁龐大嘅軍力。當中呢13000幾人係由英國人、印度人同啲加拿大人同埋少數嘅華人所組成。佢哋足足為香港捱咗18日，遠遠多過任何一個中國當時被攻打緊嘅城市。所以我哋今日係要紀念佢哋。當中入邊有2000個加拿大人係專登嚟香港去作戰，而當中只得1500人能夠全身而退，有500人係客死異鄉，戰死咗喺香港嗰度。所以大家一定係要銘記呢一段歷史。至於除咗呢一段歷史之外，嚟緊嘅9月3號，呢個港共政權亦都會專登整色整水，搞樣咩抗戰勝利紀念日。呢一日抗戰勝利紀念日係同我哋香港人完全無關。共產黨當時喺呢個抗日戰爭，第一佢唔係領導嘅地位，第二就係共產黨根本就係借住呢個抗日戰爭嚟壯大自己。第三樣嘢就係頭先我所講，保護香港嗰萬幾人係冇一個係由共產黨嘅軍隊所組成嘅。香港保衛咗捱咗18日，今時今日有咁嘅成就，今時今日係完全同共產黨係無關嘅。點解佢哋要咁樣做？就係要篡改我哋歷史，佢想重寫香港嘅歷史，然後再安一個新嘅身份，呢個身份就叫中國人。但係大家都知道，中國人呢3個字就係劣等嘅代名詞，所以我哋一定要保護我哋嘅歷史，因為保護我哋嘅歷史就保護我哋嘅身份，保護我哋嘅身份就係保護香港人。咁大家近來如果有留意新聞，就知道有條契弟就叫薛國強，咁咧呢個就係前政府嘅規劃師嚟嘅。咁佢咧就入紙申請話咧要禁止中環嘅電車去行走。我想講呢一件事係絕對唔可以俾佢發生。電車係香港嘅歷史印記。咁電車係111年嘅歷史，我冇記錯。電車係見證住香港由開埠以嚟到依家嘅發展。所以如果電車冇咗嘅話，香港嘅歷史又會消失一部分。咁香港人呢個身份亦都會消失一部分。所以大家係唔應該俾電車去消失。嚟緊呢個港共政權一定會將一啲香港嘅歷史嘅 icon、一啲標誌後將去消滅，例如界石同埋電車。請大家一定要守護佢哋，有請旗手為我哋升起香港嘅旗幟。
軍人係為咗保衛香港而戰鬥，而家香港亦都再一次淪陷咗，大家要向呢啲烈士去學習，要去抵抗呢個極權，內除港賊，光復香港。光復香港！保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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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！保護香港！打倒極權！保護香港！打倒極權！打都唔打到啊！大家望下今時今日香港嘅周圍係已經烏煙瘴氣，大家決定要用咩形式、用咩方法去保護香港，大家去自己決定。今日嘅儀式到呢度已經差唔多尾聲，大家想點樣保衛香港，你哋要自己決定同埋自己承擔翻呢個責任。同埋最後提大家，聽日亦都有另一個好嚴肅嘅儀式，請大家聽日亦都出席。今日嘅儀式到呢度已經差唔多，大家覺得周圍如果烏煙瘴氣嘅話，你哋自己用你自己嘅方法去解決佢。我哋嘅儀式到呢度完啦。